位伫安平旧城区的市电国际东兴洋行，虽然经过东半的停业，不过因为台湾戏剧史卡罗曾经选伫遮处境嘛增加话题。现在市府文化局找到新的委外经营团队以后，6号上午，市长委托伫这在地议员平台参与正式剪彩，重新将100年历史的洋行开幕。3、2、1，请用钱！掌声鼓励！哇，古都的活化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，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。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让我们台南的许许多多的古迹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又一个的能够恢复原貌，能够让大家能够早些看到。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洋楼哦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。那我想来到安平这个地方，那许多的古迹，除了过去大家可以看到义载金城啊、安平古堡这些以外，那又多了一个这个东兴洋行。那我想这个地方值得您一来再来。重新营运以后的东兴洋行上大特色就是打造海洋生态咖啡馆，要将安平港上美丽海洋生态小解给大家。所以嘛，甲水母搬入来古迹，加上灯光的辅助，互现场的参像水族馆同款，互游客感觉做疗愈。因为现在也慢慢的游客也可以比较自由的去活动。那台南在这个安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玩的地方，尤其我们东兴洋行又非常特别哈，在建筑特色、历史有了，加上我们这些水母让我们感觉到心情很愉悦、很疗愈。那现在我们东兴洋行已经重新开放营运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馆内部分增加非常多的水母展示的部分，对，这就是我们台南比较少见的一些水母种类，对，我们希望可以把海底世界这个情境就是带到古迹来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、更亲近的来感受这样子的空间跟氛围。8年的东兴洋行重新开幕以后，就是迎接10月国庆的连续假期，所以经营团队到时嘛会控制室内只当有30位参观，而且要求游客全程挂吹暗，嘛请大家配合防疫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。